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国内增加来境外移入的病例，北欧的丹麦、冰岛、挪威因为 AZ 疫苗产生副作用，宣布暂停注射。屏东县的东港高中有老师学生食物中毒，有上百人去病院，今仔有200外学生请假，应该是营养午餐出问题。今仔西北部的空气品质非常的歹，环保署嘛启动应变措施，协调台电嘅业者减少排放。新闻一开始，咱来看国内今仔日增加来对美国、英国、佮菲律宾、法国境外离来的病例。另外，澳洲因为传出注 AZ 疫苗，结果引起血管脱掉的副作用，赶紧暂停注射。指挥中心是表示讲，注 AZ 疫苗了后，血管脱掉的个案其实无算多，民众应该唔免上过烦恼。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有6例的境外移入的 COVID-19 的病例哦。那分别来自美国、菲律宾、法国跟英国入境。丹麦是做一个预防性的措施，目前并没有显示说直接的证据这个血栓是由疫苗所引起的，所以欧盟这边的建议是说还是利大于弊哈，这个 AZ 疫苗还是可以持续的接种。那他们会针对血栓的事件、血栓的个案继续做调查。到目前为止，总共500万人接种了 AZ 的疫苗，其中发生了30例哈，并没有超过这个背景值，也就是说发生这个血栓事件的几率并没有高于一般大众没有打疫苗之后发生血栓的几率。黄种人不管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这边，我们本来就会发生这个血栓事件的几率就远比西方国家低所以这样的一个。来看北欧3个国家，丹麦、冰岛佮挪威宣布讲暂停注 AZ 预防针，因为有出现副作用。也毋过法国、德国佮英国嘛是认为 AZ 疫苗是安全的，会佮继续注。另外，欧盟已经批准 Johnson 的疫苗，为了要让欧洲的人拢有通注，会到6月底才批准疫苗出口。因为有民众注阿斯特捷利康预防针了出现血栓的情形，丹麦国家卫生局宣布暂停注这种预防针14天。也毋过官员讲无证據顯示甲預防針有關係。挪威、冰島也宣布暫停。Først og fremmest vigtigt, at når der er nogle risici forbundet med en vaccine. Der er ikke lavet en konklusion om, at det er vaccinens skyld. Og den europæiske lægemiddelagentur var meget klar med også at sige, at det her skal undersøges nøjere. Det kan være en tilfældighed. Der er rigtig mange, der bliver vaccineret. I Danmark er det over 140.000, der har fået vaccinen. 英國 BBC 報道，意大利甲奧地利攏有注預防針了死亡的案例，宣布暫停注 AZ 預防針。在歐洲有500萬人注過這種預防針了，通報30件血栓的案件。另外，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甲盧森堡也暫停注這批 AZ 預防針。阿斯特捷利康講，預防針的安全性攏佇咧臨床實驗的時陣有做過。法國、英國甲德國認為 AZ 預防針是安全的，繼續注。另外，歐盟執委會第10月批准使用嬌生單劑預防針，這是歐盟第4期核准的新冠預防針。為了要保障歐盟的公民有夠的預防針，執委會宣布延長疫苗出口機制到6月底，本來期限是到3月底。這項機制規定，所有佇歐盟境內生產的預防針，就要先摕到執委會批准才會當出口。這個月初，意大利就是引用這個機制，甲本來要輸出到澳洲的25萬劑阿斯特捷利康預防針動來。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歐洲有10個國家宣布講，暫時要停止注 AZ 疫苗，因為有一寡人注了後，血管有脫開的狀況，有安全的疑慮。咱國頭一批117000劑嘛是 AZ 疫苗，所以咱國內專家就建議講，有心血管疾病人先莫注。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是強調講，歐盟一定講目前無一個證據顯示講，這款副作用是疫苗造成的，所以嘛呼籲講應該愛注。丹麥、挪威甲冰島等國宣布暫停予民眾注新冠無症 AZ 疫苗，因為有部分的民眾注疫苗了後出現嚴重驗血情形。台灣專家表示，血栓是血脫掉的，注疫苗了後是真有可能造成驗血功能無正常，不過發生率只有1/1000，是不是有關聯，也閣要進一步來調查清楚。腺病毒到身體裡面去會跟血液凝集因素會連在一起。因為這個病毒本身是靠血液凝集這些蛋白去保護它的，所以它會多多少少跟血液凝固系統有一點關係啦。黃立平建議本身有血栓病史的人，可能暫時都莫注。
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伫法院受访时强调，欧盟已经紧急发出声明澄清，目前无现象显示是疫苗所造成，呼吁也是要继续做疫苗。欧盟他们也有正式的表示，到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显示这个情况，所以还是呼吁要持续施打疫苗。另外，第一批到台湾11.7万剂 AZ 疫苗，即马咧做检验。目前7项检验已经有6项是合格，只差无菌测验依然咧进行当中。陈时中表示，根据食药署的报告上新的进度，无菌测验差不多是伫17就已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玻璃桃园病院关注感染一家个护理师，规家伙仔7个人全部拢胃着病，也毋过目前拢已经恢复了真好了。指挥官陈时中昨暗嘛专工去引导拜访。描述的啦，他们一家人其实蛮勇敢的。那么回来了以后，我们今天的整个观察，他们都状况都还不错。那么部长也有跟他们做一些交谈，然后发觉老先生和我们同仁的夫妻，还有他的2位女儿呢，他们家的互动也都非常的好。那汽车看起来都恢复的还蛮好的。我在现场也表达说，希望他多休息一下，因为他毕竟在隔离病房这个住了40几天。那我是认为说，等他这个身心都恢复到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再回去工作。即摆桃园病院关注感染即家伙仔7个人全部拢胃着病，护理师家己好啊，佮继续留伫隔离病房来照顾伊的大官，拢总是住院40外天。好佳哉，规家伙仔即马拢好啊！指挥官陈时中嘛主动讲要去引导拜访，行看看，昨暗就去拜访咯。再来看今仔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是非常的歹，因为云真低，又搁有蒙雾，扩散的条件嘛无介好。早起全台湾有一半的车站拢是对所有族群无介健康的危害。环保署嘛启动应变措施，协调台电佮工业厂商来减少空气污染的排放。所以气象局嘛讲哦，下晡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外空气品质就会豆豆改善。反空污联盟来到高雄市政府门口口，抗议市政府对空污应变无够。高雄市空气品质为礼拜4都是红海等级，12礼拜5持续恶化，早起差不多所有车站拢出现红灯。反空污联盟批评讲，学生囡仔当去扫毒去。教育局也无宣布全面停止户外活动，佮较讲环保局佮表示讲有降载，但是看袂出效果。呼吁市政府对空气污染的作为爱更加积极。依照我们现在的空污防治的紧急办法来讲，现在的应变门槛实在太高了。虽然它的PM2.5时均值超过了54.5，但是它只能启动2级预警的应变措施，有效的应变办法却是没有办法启动的。环保署坦白承认，这一遍空气的污染是境内污染，因为大气环境消透的条件无好，互污染物无法度排除。礼拜5中昼进前，全台湾77个车站有39站是出现红灯，西半部差不多全部达到红海等级。环保署表示，礼拜4开始已经要求台电减排，也协调经济部工业局通知5076间厂商爱减少空气污染的排放。不过受到风场的影响，估计中部以南地区的空气污染恐惊会一直持续到后礼拜4。这个目前根据预报的状况是到下个礼拜4。下个礼拜4的情形，西部的县市因为气候的这个整个一个扩散不良的关系，都容易有一些空品不良的状况。从今天傍晚开始，我们的台中以北的沿海空旷地区的风力会稍微增强，因此呢，看起来是在中部以北的这一带的风力在增强情况之下，扩散条件会稍微好一些。气象局预测，12号下晡，随着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东北部会开始变天。礼拜6会是湿湿凉凉的天气，后礼拜1开始天气会回稳。西半部如果是好天多云的好天气，不过风场转为东风，空气品质会阁变差，规个西半部地区会阁面临空气污染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的东港高中发生老师学生食物中毒，屏东县卫生局是表示，对昨暗病院的通报讲有上百个学生，佮有老师食歹腹肚、会吐，佮有人发烧，大约有140来个人去病院，今仔有200外学生请假，应该是学校营养午餐出问题，嘛已经要求业者先停业接受调查。屏东市长嘛出面回释咧。你有拉肚子吗？
有，你也拉肚子啊？屏东妇婴病院的急诊室人客满满，阁有学生小连续来挂号。屏东的东港高中爆发师生集体中毒的事件，附近病院对11暗时就得到学生因为脑骨头来就医。大概是昨天夜间，大概晚上7、8点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一些病人进到我们的急诊室哈，大概就是以一些呕吐、腹泻的症状为主，看起来像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症状。有家长讲，囡仔爱讲腹肚痛无爽快，还未离校门就先转来到病院来。急诊的医师是表示，较严重的学生有发烧的状况，嘛有老师出现症头，判断应该是集体中毒，就马上通报卫生局。到9点统计为止哦。请假人数231个，主要是高中部以及国中部8年级的学生。涉嫌的供餐的场所，已经预防性的要求他们停业。那有关环境的检体，还有流样的部分，今天也都会送到待检机构去检验。卫生局表示，收到通报了后，就随车人去营养午餐的厂商的中央厨房来做稽查，嘛已经留有相关的检体做检验，后续就等待报告。2间营养午餐的业者先停业。校方表示，今日请假的学生有231个，早起每一个班嘛拢做消毒。屏东县长潘明安嘛伫面册向家长甲学生来回释咧，讲县府会全面检讨营养午餐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彰化行政议会通过房地合一税2点控草案，要来阻止低期炒房的行为，也毋过宣布囤房税等相关的草案，外界是质疑讲根本就无抓到重点。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指出，政府是要阻止炒房，毋是要打击房地产，因为烦恼厝主甲囤房税转予税厝的人负担，所以才无考虑讲提出囤房税。为打击炒房，行政院11通过房地合一税2.0草案，延长个人短期交易适用高税率的时间，也将有售厝交易纳入扣税范围。行政长苏贞昌表示，政府希望房价合理，和民众买得起，不是用来炒作。有人把买房屋不是要来自住，他就是买来卖，买来卖，意在转手赚取暴利。那所以这一次就房地合一来这个税制调整，希望这种短买短卖炒作的现象加以遏制。对外界质疑政府暂时无要推囤房税，打炒房恐惊打无到要害。苏贞昌指出，城乡房价无同，用几间厝来算会无确实，而且烦恼厝主将囤房税转予厝卡。决定无要推行，毋过会继续观察。财政部长苏建荣也表示，并无拍假球，囤房税看起来层面较大，推动都爱细心来考虑。这个不是打假球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房价的事情，基本上房地合一税是相对比较可以有效的来控制的。税率如果再高，但是你税基没有适当的调整，它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发挥。囤房税现在就有。我不晓得蔡政府在怕什么，是不是怕建商，怕庞大的建商？我觉得让青年朋友让他有一个居住正义，远比建商的业务重要。不过，在野党立委批评政府无要推囤房税是避重就轻的做法，无法度真正落实基础建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两会结束，对台政策嘛是个大正的，又搁强调讲一中原则甲9二共识。有学者是指出，中国伫台湾的问题顶头表明无退让的空间，其实是为了要互美国了解中国的底线。因为习近平嘛要争取第3任期咯，学者嘛讲现阶段伊应该会先求稳定，对香港、对台湾，佮有针对区域的战略企图，应该会是后一步。中国两会断了。人大开幕的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一中原则佮9二共识。闭幕了后的国际记者会，李克强搁再表明，坚持伫这个前提，欢迎甲台湾任何政党佮有团体交往，也强调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未改变，继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就学者看来，这个内容虽然无新意，不过至少对台湾无伤过强烈。延续过去没有什么新意，但至少没有说太强烈。那这就是意味着。它必须要有一个更稳定的外部环境来支撑它内部可能的这个风险。
未来这2年应该是在维持不断的骚扰，不断的透过骚扰来展示他对于台湾的主权。今年是共产党建党100周，学者认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讲，两会的功能就是要确保政权的延续。所以，2021年的党权也未将伫去年，习近平会真准责，就算解放军不时搅扰台海、南海这海峡，不过结果是心理战。另外，中国针对台湾的问题表明无让步的空间，其实是要借这个强硬发言，定美中互动明确的底线。中国对台湾的作战，目前该当是以威逼来造成压力。一方面去经营战场，二方面用消耗战的方式来拖垮我国。再来就是他希望透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出，即使我愿意跟你做一些友善的互动，但是如果你不听从的话，我会期望用这种以武逼统的方式来逐步的对你造成一些威胁。习近平当咧拼第3任期，学者分析，伊会寻求稳定，才去推动对香港、对台湾各有区域的战略企图。不过，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了后，美中关系的互动，敢会影响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嘛是观察的大重点。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人大通过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外界认为这是剥削民主。美国、英国、欧盟拢发声明谴责中国。后礼拜18，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展开对话。美国国务院嘛讲，这会是一场真困难的会谈。白宫嘛表示，伫香港甲台湾议题，美国绝对袂让步。中国人大10日表决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设立真侪项选举的候选人审查制度，各中国特首选举委员会甲立法会被看作是剥削民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10日开记者会，提出修改香港选制3大重要意义，是要修补香港法律制度的漏洞，搁互香港民主更加稳健。构建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要求爱国者治港，或者要求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这是天经地义。对香港选制做着修改，欧盟外长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各讲可能采取其他措施支持香港。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表示，这是北京为控香港民主辩论空间的上新部署，甲中国家己做出的承诺事实违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批评北京继续攻击香港民主制度，爱当局和9月立法会选举照常举行，可以透明而且公信力的方式来接每一位候选人。We condemn the PRC's continuing assault o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in order to defy the clear will in Hong Kong and deny their voice in their own governance. 因为美中高层以加之对话，下礼拜18就要开始。美国即马谴责中国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佮表明新疆种族灭绝会列入议题当中。有个到时阵会是一场艰困的讲话。北京也表明，无论压制香港民主或者是台湾议题，美国伫谈论过程当中绝对未退让。Whether it's on Taiwan or recent efforts to push back democracy in Hong Kong, they will not be holding back in the conversation. 对美中高层对话可能讲到台湾议题，外交部表示已经顺利伫事前甲美方沟通，可请美方伫事后向台湾简报说明会谈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缅甸民众抗议军方政变，昨又个传出有9个民众互军方枪杀。国际特赦组织指控缅甸军方使用致命的武器。联合国统计嘛指出，对2月7日政变以来，已经有超过70个人被杀死。红掠起翁山书记嘛，互军政府指控讲，有收乌钱60万的美金。缅甸政变了后，警民中间的冲突持续，昨日传出有9个人遭受安全部队射杀。国际特赦组织透过50多出影片出了证据，指控军方有计划性的使用致命武器，也甲出动战车来镇压和平示威者，佮展开大规模的法外处决。 We've seen the increased use of submachine guns, like the locally made Uzi clones. We've heard reports of automatic weapons fire. And seeing police using
guns that are usually used by the military. 聯合國調查指出，為2月初1政變以來，緬甸軍方已經殺害至少70人，死者的年齡差不多攏佇25歲以下，也有超過2000多人被逮捕。調查員認為，緬甸軍政府的行為已經犯下違反人道罪行。Myanmar military, led by the same senior leadership, is now engaging i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cluding the acts of murder, enforced disappearance, persecution,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in violation of fundamental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recent days, authorities concerned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in the country. Authorities have been exercising utmost restraint to deal with the violent protests. 另外，緬甸軍政府11也強調，已經有證據指出，昂山素基佇2017年至2018年中間，為香港省前任首席部長身上收到60萬美金的烏西錢，相當是1692萬台票，也加11公斤重的黃金。另是被罷免的總統文敏，也加真濟位內閣官員攏被指控涉嫌貪污。記者會上，軍政府也宣布，一直到後一遍大選進前的軍方會繼續掌權，但是完全無公布具體選舉時間。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譯。來看有真濟國家的性產業，佮是做烏的無合法，尤其是佇正保守的伊斯蘭國家伊朗，性工作者若是互抓到，罪是正重，而且執法性工作者無法人客。受疫情的影響，佇伊朗有一寡失業的婦女嘛逃離地下性交易。伊朗首都德黑蘭市中心，伫暗時依然正熱烈，除了餐廳、商店，也有一種私底下的交易。همه جای شهر میریم فرقی نمیکنه همه جا مشتری هست. 徛壁的咖啡茶小姐伫咧大路頂互相咧笑，是德黑蘭居民大家攏知，也毋過袂當講的秘密。佇政教合一的伊朗，性工作是違法的，那掠到是掠去關或者是鞭刑，也毋過也是有人做，某一寡是已經結案的。 ولی برای خودش نمیاره برای اینکه بچه‌های اون نیست بچه‌هامو میسپرم دست مادرم برای اینکه خرج بچه‌هامو در بیارم شوهرم نخواد پول اونا رو بده پول خرجیشونو بده فعلا خفه شد 自由亞洲電台報道，伊朗性工作者差不多一半是已經結婚，會做這道主要是為了要持家。伊朗因為和美國制裁，國內經濟歹，婦女排到正沉重的經濟壓力。除了已經結婚的，也有真濟大學生甲中學生，甚至是12歲囡仔伫咧做。性交易這麼嚴重，其中一個原因是警察執法無認真。 کلا مامورا خیلی به پرپاتون نمیپیچن؟ حالا نکنی نه کاری نه نهایتش اینه که حق حسابشو میگیره ولی به من که گیر نداره 就算被抓到，攏是法廠無合票，所以這個來找小姐的人攏無要無緊繼續找。 من خودم مثلا شاید ماهی مثلا 2 تومن اینا ولی دوستان هستن که مثلا ماهی 5 تومن قشنگ دارن 疫情和這種情形國家害，將在女性找無頭路，有的是家己買，有的是被迫做這道。 دیگه پول بخوام کار نداشته باشم خب دیگه این کار بلدم دیگه یه کاری پیدا بشه که درآمدش بیشتر باشه باز انجام میدی؟ اگه کاری پیدا بشه که درآمدش بیشتر بشه قبل از این پیداش کرده بودم 真侪性工作者講，干那做這道才有法度滿足因的生活需求。也有人主張，既然色情行業無法度當，不如直接合法化，讓從業人員定期做健康檢查，對交易嘅雙方更加有保障。不過，伊朗嘅社會這麼保守，這種代志無法度佇咧媒體公開討論，性產業想要合法化，真惡。公視新聞徐焕明編輯。 看性別族群的權利嘛是人權。歐洲議會是以492票贊成、141票反對，宣布歐洲所有所在攏是 LGBT 自由區。也毋過波蘭甲歐盟即日嘛有辯論，波蘭政府佇11嘛表示要修法禁止同志領養囡仔的權利。 歐洲議會宣布，規個歐盟攏是 LGBT 自由區。歐洲議會切實針對27個會員國的 LGBT 自由區辯論。
因为过去2年来，波兰有真侪地区表示家己是 LGBT 禁区，表态不欢迎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人士。There should be no place for homophobia anywhere in Europe.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are aspects of who we are, and no one should be feeling the need to conceal their true selves in order to avoid discrimination, hate, or even violence. 这项决定为了会加深欧盟甲波兰之间的问题。波兰执政党法律甲公正党11宣布要修法，将反同政策纳入执政的一部分。目前波兰允准异性恋伴侣或者是单身人士领养囡仔。新的修法要求当局针对单身人士做审核，若是因甲同志同居，领养囡仔会被拒绝。波兰司法部副部长沃奇克表示。修法是为保护囡仔，不过 LGBT 族群认为这反倒当是处罚。Wydaje mi się, że trzeba być naprawdę podłym człowiekiem, żeby odmawiać dzieciom domu, czy to będzie dom w parze jednopłciowej, czy parze heteroseksualnej. Dzieci zasługują na dom. 波兰政府表示，修法单纯是国内事务。波兰主要是信仰罗马天主教，欧盟相关决定对波兰来讲是一种威胁。另外，西班牙是有差不多70个跨性别人士甲因的家属70表示，要绝食抗议一直到疾病的组织联盟伫国会提案，允准因无效医生诊断，因家己决定改变家己的性别。公视新闻黄训玲编译。今仔是种树仔节，总统蔡英文早起嘛去基隆8斗的条景公园种树仔。针对最近海草大公道引起种种环境保育的议题，总统是讲会如何拍拼来甲民间合作。伫树根顶悬看图，总统蔡英文今年种树仔节来到海边种绅士红蛋碧。林务局指出，这款树仔适合种伫风较透的所在。早起蔡总统来基隆8斗的条景公园，而且佫配合演出伫当地渔民所做的帽仔，看起来是真趣味。讲到生态保育，伊针对最近真侪人关心的环保议题，表示讲要甲民间合作。我们会更努力，促进中央、地方。政府、民间更多的环境保育的合作。经伫咧渔村种树仔，林务局解说讲，这是有山有河佮有海，是山南河川甲大海聚集的所在，推广种树仔有真大意义。森林是大海的恋人，森林看起来好像离海很远，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好的森林，就不会有一个健康的大海。嘛，做回来种树仔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11月仔接到东京奥运组委会通知，咱的往来山野甲火龙果拢会当送去东京奥运，佮加上进前的经招，拢总有4项。刚好奥运的期间，就是我们台湾凤梨的生产期，以及我们的芒果也刚好遇到生产期，红龙果也是，所以我们刚好包括香蕉这4种水果都可以大量的来提供。不过，咱的往来去互中国禁止进口，中国到哪有释放任何沟通的信息？但主委敢若讲一句就特别有啊，但是无进一步的解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的家里有一间林家厝，透早2点外发生火灾，有一对翁仔某不幸过往。台南将军的消防分队一位姓曾的队长，嘛伫救灾过程受伤，好在在并无严重。火势愈烧愈旺，连边仔的车辆也着火烧起来。消防队员拿牵水线拍火，也拿想办法要入去消找。台南嘉里一间徛家，12日清早2点外白火下，消防员入去到这间厝，找到2个烧甲臭火大的尸尸。过程当中，佮疑似因为高温，伫庄仔墙放落来，缀到到场救灾的姓曾的消防分队长。来的时候是已经看到整个火场都已经全面燃烧了。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因为找不到相关的人，所以我们一开始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受困。后来确认有人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派那个搜索队的指挥官，他就专门去搜索，要把人找出来。12日清早，台南市消防局火灾调查监视人员入去现场调查着火原因和逝世的身份。当地里长表示，死者可能是姓杨的翁仔某，已经伫当地税厝过了10年，平常时卖野子趁钱。火烧的时阵，囡仔拢无住伫遮。阮头几声就是讲是伊遐咧烧野子啦。阮伫遐困吼，我就是听到狗仔咧吠，佮逼卜叫，我出来看，遐看到的啊。囡仔装伫校内底咧拢住校，咧读外口拢住校，住伫外口的。拜6、拜5较倒来甲爸爸妈妈斗这样过。
护地上的将军分队姓曾的分队长送医治疗了后平安，转去收养。但起火原因搁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科荒严重，半导体业者是真烦恼，讲无水通用会影响到晶片的生产。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强调讲，已经提出各种省水的办法。伫5月底之前，民生甲产业用水应该拢无问题。晶片制造等科技产业嘛袂无水通用。民众党嘛建议讲，用水50度以上的用户应该爱起水价，来带动省水产业的发展。伫目前新竹的宝山加玻璃水库有效调水率无到2成，水情正严重，的确面临着欠水的问题，恐惊会冲击到半导体产业。水利署是透过区域的水源调度，由桃园支援新竹每工20万吨半，闭源水井是3.2万吨，也管办新竹紧急海淡机组1.3万吨。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一定会确保科技产业用水无问题。这样的在调度节水就是希望到5月底让大家都还是可以正常的这个民生产业用水的供应，这个是台湾的强项，我们当然是要确保它可以供应。不过，民众党立委认为，政府就要从根本解决台湾欠水的问题，除了重新检视水资源的分配，同时也合理调整使用水价。像5年前台北市水价伫咧起的时阵，20度以下盐户每1度水是5块无变，其他盐户调起将近3成。也毋过，其他县市的水价是30年拢无调起。认为50度以上的盐户应该调起。台湾自来水公司这边就是50度以上的这些用水大户，目前每度大概就12块，来做调整，因为它的成本基本上就是比现在的收费都还要低。民众党立委讲，台北市政府水价调起了，这5、6年来平均每年是省水1820万吨，认为台水的水价应该爱起，透过起价带动省水。同时，民众党党团也提出气候变迁法的修法，纳入面对着极端气候，未来水资源应该如何有效运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航港局发生史上上大的驾照作弊案，一名航港局细送的员工甲代办的业者斗空收乌钱，民众免考试，就使摕到游艇的驾照，嘛已经安尼做10档咯。目前嘛已经有18位民众的驾照互撤销，台中检方嘛在侦办中。民众驶着游艇慢慢考花，教练陪同指导提醒，就亲像要去考汽车驾照，去驾驶训练班合适同款，所以通过笔试施作，就当摕到合法的游艇驾照。不过，却爆发出重大的考驾照弊案。直接他付钱，不用上课，也不用来考试，他直接付钱，人家就会给他一张照。无合法的手法，伫业界拢有听过。去年调查局接到证据，查出航港局线上的员工利用职务的关系，和代办的业者交结，收乌西钱发假驾照，时间超过10档，涉案民众有2000人，不法所得可能有上千万。民国96年开始起，利用民众想要获取驾照，但是又没有时间去驾训或去考驾照的部分，来跟民众收取所谓的训练费、报名费，那来透过这部分来收取贿赂，那他每一件收取的金额，大概他个人是收取5000到8000元。有检讨了我们的内部的作业流程就是控管了一些那个内控机制，还有限缩了一些承办人的权限。按照目前的法规，民众要摕到移定的游艇，也是动力小船的驾驶执照，爱符合相关的资格，而且通过笔试和实作测验。不过笔试会当看题库，实作嘛教练陪同，难度并无算悬。练个几个晚上，应该就会通过学科的考试。再加上术科都有教练在船上帮忙嘛，所以应该考过的几率是蛮高的，不需要再花这个费用去拿到这个驾照啦。航港局嘛指出，最近10档，无论是职业还是自用的驾照，考试合格率超过70%以上，有真侪种的考试方式，民众应该透过合法的管道摕到驾照。目前检方已经起诉50个人，18人驾照被撤销，继续调查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劳动基金炒股票的弊案，今仔头一遍传唤前劳金局国内投资组的组长尤乃文出庭，伊完全否认有涉案，加讲伊甲保家资产投资的主管有熟识，也毋过无利害关系。伊嘛互指控讲有指示几间代理操盘的券商买原动百货的股票，伊嘛拢否认。
穿白色外套、闪媒体镜头，前路警局国内投资组长尤乃文被法警带入警备车，无讲话，真紧就行至台北地方法院。劳动基金查股备案13第一摆传唤尤乃文出庭，伊开庭时阵对犯行全部否认，宣表示甲保家资产投资主管区入员熟悉，双方也真侪摆伫投资群组讨论交流，毋过拢只是开讲。将来无对价利益，也无要求对方动用保家的政经影响力换取高费，佫无只是真侪间大草的券商买远东百汇股票。毋过区入员捌找尤乃文，甲真侪位投信高层伫个餐厅见面食饭，伊表示只是介绍投资人互区入员熟悉。另外，对尤乃文被举报涉嫌伫会议当中强势要求下卡人以相对高价者手法买远东百汇股票，伊也拢是否认，强调只有伫会议当中互投资建议，在场也无人反对。劳动基金查股备案风波继续烧，也陆续传唤相关被告出庭，还原事件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警方抓到暴力讨销的集团，除了以暴力威胁还袂起钱的被害人，嘛甲人抓到工地小解去工地做工来还钱，甚至恐吓讲要甲人押到中国去卖器官。桃园警方查到暴力讨债集团用饭店做暗号，对放动利，一个月利息11到20分，用暴力的方式胁迫迄寡无法度还钱的被害人。强压因去工地做些害钱，甚至恐吓被害人，若是逃走就甲因掠去中国破百卖北来。本分局侦查队经长期搜证监控，并报请桃园地检组检察官指挥，成功瓦解以陈姓男子为首之暴力讨债集团。对于危害社会之帮派组织，将以刨根断源及强力压制之方式，使其无法生存。桃园分局讲，经过长期监控搜查证据，并且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抓到帮派带头姓陈的查甫人甲5个细汉的，当场查到灯票、相簿、电脑等证物，专案伫信号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妨碍自由、恐吓处财，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有一间高职传出讲有一个查甫学生甲下身靠伫一个查甫同学的面画面伫网络流传。台北市教育局学校嘛展开调查，虽然这2个同学拢讲伊是咧佚佗，也毋过校方的性平调查程序嘛随启动。有印象学生囡仔好亲像甲裤袄个家献出一点仔内裤，佮将下半身向头前拄挖进同学的面。台北市某一个高职的学生囡仔，伫社群平台流传这个画面，引起讨论，互人质疑牵涉到性平事件。立刻通知学校，学校知悉之后可以作为检举人展开校园性平事件的调查。回复都是嬉闹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小朋友也都是正常上课的。我们就是要进行性平调查的部分，然后来了解后面的这个程序应该要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这样。代志发生了后，学校展开调查。虽然双方拢表示这是好朋友中间小创治，即嘛真后悔。不过性平调查程序也是会进行，后续原来会强化学生的性平加法治的教育宣传。如果说这个行为本身会对另外一方带来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这可能就会涉及到所谓的性骚扰或是性霸凌的一些议题等于不管是什么年纪的孩子，这个对人的基本的尊重，还有所谓的人际关系的界限的拿捏，这个部分是唯有尊重的前提之下，才不会导致一些让对方不舒服的情况发生只好联名认为人际关系的界线甲尊重爱准则好，才袂发生互人无爽快的代志。同时也提醒家长甲老师，除了伫性平甲法治教育以外，都爱互未成年的囡仔了解到网络使用的相关知识，避免翕到也是传播牵涉到违法的影片。无正滚酸笑伤过分，对其他人来讲，可能一点仔都无好笑。记者综合报道。去年蒜头的价格创新高，农粮署嘛统计，今年蒜头超整400公斤，目前离蒜头采收期还有半个月，也毋过伫分林的卖了，佮已经有人去偷买蒜头咯，互农民损失几啊万块。今日蒜头行来到产地上下边，手里提拢是红头家去的蒜头，住伫分林卖了时厝了，细口的农民就讲，即马离蒜头会当收的时间至少过来半个月，毋过最近就开始有人偷加蒜头。像安尼答案，像安尼咧损失，
一工若加1-2万块啊，咱若种2-3分地，就去加了啊，咱农民要收啥物？接到的，阮私厝了就有3件，别个无了解，阮有拜托卫疗所、派出所甲桥头派出所帮阮巡逻，嘛联络一间巡守队要来把百姓斗相共。农民表示，种蒜头至少要6-7个月，要收成就可1摆。蒜头若是去互头家去，恐惊就无收入。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去年蒜头计销大起，经济统计，今年蒜头加种400公顷，毋过拍算有缘会好价。有啊，捌一摆去用收过啊。哦，所以话会真紧张吼。嘿哦，真紧张哦。咱伫产地才有人去头挂迄个蒜头部分吼。因为咱算蒜头这个时间点算青黄不接的时阵，所以价小也真悬，比较不认识的人或是较少伫庄头看到的这个人士，也要特别注意。农业处表示，云林今年蒜头的产量拍算会比往年加4000吨，总量大约48000吨。不过也是较少国内蒜头的需求，所以价销有缘会袂歹。嘛，呼吁农民就要警觉防范，避免辛苦半冬的心血拢总乌有。记者综合报道。消基会今仔公布去年抽检中药材重金属的检测，241件中哦有4件发现讲有西药的成分，2件有重金属水银超标。消基会嘛呼吁民众中西药拢有副作用，爱听医师的指示来用药啊，才袂对身体造成伤害。去年国内连续传出有中医诊所使用含注射烟弹的禁药，互病人重金属中毒，引起真侪消费者惊吓。消基会去年接受消费者委托检测中医是毋是含有西药甲重金属，结果241件当中4件验出西药成分，2件验出重金属汞含量无合规定。说他们都是神经的伤害，然后会造成他活动的不灵活，会呆滞、停滞啊，之类的。或是末梢的循环障碍。消基会表示，这摆检验当中，2件重金属汞超标的药品，拢来自国内药商、药局、三甲药行。一件是小儿惊风甲辅助囡仔成长药品，国内法规早就禁止注射，也就是含汞的中药的使用。若长期互囡仔食，恐惊造成慢性汞中毒，造成神经损伤。另外4件来源无清楚管道的中药，被验出的西药成分有匹诺西卡、卡比因等，分别是止痛类、感冒过敏片炎、甲减肥等类的药物。中药如果含西药，这是属于伪药，违反药事法第83条，这个部分是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消基会表示，药品使用目的是诊断、治疗、甲减轻、预防疾病。若是中西药拢有副作用，若使用无适当，拢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呼吁民众唔通食来源无清楚的中药，听信偏方，将拥抱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病院去年有一名脑死的病人要捐器官，伫手术提器官的过程，台大并无使用到叶克膜就完成手术，医师肝脏的患者嘛恢复了真好。今仔台大病院嘛出面说明。我为什么特别挑这一个作为我们这个整个年度记者会的一个主题？因为它就一直符合我强调的，我们台大医院是世界有的大学医院，要瞄准未来。要针对现在未解决的问题去做。那另外，我也强调团队。其实这个虽然花了很多的气力，不过最后还是很顺利成功。那充分显现我们台大这个健康至上、生命无价的核心价值。台大强调讲，器官的来源实少，这是全世界拢拄到的问题。到达为止，全国每年大约有12例器官捐赠是透过这个方式来执行。去年有20例，对于等待器官捐赠的病人来讲，算是一个好消息。来看外送北大的熊猫，对3月份开始甲外送人员送一件57块，减到44块，奖励计算方法嘛无啥共款。有外送员就讲，新的制度互因的收入减少至少2成。也毋过北大回应是表示，调整是为了要平衡较远佮较近订单的比例，整体收入应该是无啥物差。台中市劳工局嘛讲，17会去劳检。
酒吧的外送员伫遐举牌抗议，讲即马工课伫要做袂落来，因为外送平台为3月初1开始调整台中、中华、南投外送员的薪水计算的方式，为每一单是57块变成44块，加做是减薪水。以现在的目前来讲，如果我要达到以前的一个水准的话，我等于每天我都要跑，我每天都要出来工作，对我等于就真的没有休息到啦。外送员真不满的表示讲，原本1点钟上济会当赚200多块，互公司减价剩一单只有44块，比基本的工资搁较低，平均减薪至少2成以上，只会当接搁较侪单，甚至送较远的单来贴。而且这个方案目前敢若针对台中、中华、南投的地区来实施，实在是无公平。现在44块的话，透过系统派单，你1个小时拿到3张44块的单，你连基本薪资都没有，那这很明显的就绝对违反了我们应该有的基础保障。台中市劳工局是表示讲，这个外送平台108年电话拒绝受检，已落计罚款85万，17会搁再落检。17号我们又会请富邦达来做正式的说明，就各位劳动的权利还有劳动契约要怎么去做认定哈。那17号如果说没有出席的话哈，我们也是会必要做最高的那个处分的那个罚款哈。劳工局表示讲会加强劳检，而且外送平台佮外送员是承揽的关系，外送员损失的部分要用民法来寻求救济，也是公司的部分是用信息提出说明讲，强调是无减薪，是要改善阮鼓励外送的钱，来提高公里数奖励的方式，避免外送员骑车骑上紧的风险，佮有超过时间的工作，也会和外送员佮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以前教育部停办全国学生表演艺术团体比赛，也毋过高中篮球联赛率当正常来举行，都有家长批评讲这是相当标准。早起民众党又搁开记者会质疑教育部，昨是讲场地真歹借，嘛是要停办。到底教育部是无法度办，还是无想要办呢？为着替囡仔争取全国表演艺术团体赛重新举办，家长一直透过立委协调开记者会表达诉求。教育部讲会规划线顶参观活动，家长表示囡仔需要的是舞台和回忆。去年要参加比赛的7年级同学，今年他已经是8年级了。来8年级了以后，他们又被禁赛了。那这3年。他们就没有任何表现机会了，抹杀了小朋友的努力，剥夺了他们的舞台。HBL 总决赛有上万人入场，表演艺术团体赛煞伫重点。家长搁在质疑教育部有2种标准。家长表示，指挥中心捌讲，决策和防疫无直接关系，有合集会指引就会使办。但教育部搁掠场地歹准备做理由，要维持停办，到底是无法度办，还是无想要办？屏东6堆客家园区，从3月一直滑过去，一直滑到6月30号，80%都是绿色的。这个场地不能办吗？民众党的立委赖香玲讲，有邀请教育部、文化部和指挥中心代表，但是教育部无派人来，佮叫其他单位拢莫来，这无法度互家长一个交代。党团也要协调文化部、艺文单位、各县市的政府来找场地，互教育部参考。但后礼拜立法院开教委会时，才阁请部长潘文忠重新回答。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一年种1万外公顷的往来，虽然毋是全国上济，也毋过选季是全国上落尾，差不多4月才开始大出。烦恼讲有可能会受到中国禁止台湾往来进口的影响，有18间台东的旅馆业者则会推出往来料理，希望在后个月来台东食上车上甜的往来。饭店的总铺菜切开几条往来，伫圆圆的水果肉中午个乌空，内底放蔬菜，也甲新鲜的虾仔，一出红顶鲜虾菜，真清爽，就会当烹上桌。往来水果肉还佫会当搭配牛肉、猪肉这食材，做成真可口的料理。总铺菜讲，这利用往来金色，佫酸酸甜甜的烹开甲菜色，一般民众伫厝都会使做，让人家更有食欲，看到了就想要吃它一口。台东县观光协会为了好转台湾的往来产季上班的台东县，莫受到中国暂停进口台湾往来所造成的无销，联合18间台东县的饭店，也甲民宿业者，伫12推出包括中西式料理、甜露，也有伴手礼的美食发表会，希望提早互民众了解到4月过了后来台东佚佗，会当食到这在地往来美食。它的冻是用凤梨的汁去做，所以有蛮浓的凤梨味道。是希望之后游客来到台东，不要忘记品尝台东最棒的凤梨料理。
部分民宿业者也利用这个机会开发相关的往来伴手礼，提供大数游客优惠采港，也让游客来台东佚佗的时阵，会当顺续帮助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学插花不一定得爱伫教室内底来看婚林那内有一位插花老师，有当时会办户外插花课。最近佮人内公园管理处来合作，教民众用公园内底的花，用现场的素材来插花。那么做花来看卖。花草毋但会当用来欣赏，花草嘛有足侪无共款的风貌。婚礼有一位花草艺术老师，伊甲众人分享，特别选伫咧拿来公园举办创意花艺课程，吸引足侪伫咧都市生活的民众，到庄脚来享受文化的生活节奏。平常在台北市上班，那可能都在都市里面，就是真的需要下来做一个身心灵放松的一个感觉，这样子。课程内底除了事先准备的花材。制作盆花，上特别是用上课的所在，为大自然内底去捡去收集。因为就平常我们都在都市生活，所以也是第一次就可以下来拿大自然的素材来做我们这一次花艺的样本，这样就蛮特别的。主办人是介意花草艺术讲师邱天章，伊本身嘛是婚林在地人，无定是举办野地花艺课程，带大家伫大自然内底插花、创作花艺，享受文化。邱天章嘛希望透过伫咧大自然内底，原来阮心中的土地是遮尔啊水。是请说。我自己是在云林这个地方生长的孩子，所以我们在这边生长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土地里面有一些值得大家去探索或是看见的一些地方。然后他们会透过采集的活动去认识土地里面所生长出来的一些野花野草，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植物生长的样子。邱天章表示，透过收集花草，制作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作品。过程当中，毋但互大家对花草阁有更较深的认识，阁会当创作出足侪变化。上重要的是对活动接触大自然，希望互更较侪人发现土地的水。记者综合报道。美国 NASA 大家拢会带一张天文相片来了解天文知识。去年底，中央大学天文所博士后研究员蔡安丽写批予 NASA， 讲伊愿意用台文来了解这个天文图，佮落 Podcast 来说明，那么做伙来了解。Touchdown confirmed. Perseverance safely on the surface of Mars, ready to begin seeking the sands of past life. 今年2月中，美国航太总署成功把这粒号做毅力号的火星探测器送去到火星，佮翕到正珍贵的影像。这个相片唔但伫咧 NASA 逐日100天文图的网站展示，即马台湾嘛得到 NASA 的批准，有全台文的翻译。我差不多是12月底的时阵写批予因，因差不多正式予我的网站，放伫因的 language list 内底是1月19迄。螺旋是啥物物件？我就开始找螺旋、光雷，吼，伊甲我讲光雷，所以我就讲好，安尼 Spiral Galaxy 我甲换做光雷啊星系。华语讲的螺旋星系、光雷啊星系、螺旋手臂、光雷啊手骨、老鹰星云、马丘星魂，也佮有蓝调对星、那是龙星。蔡安丽博士爱天文嘛爱武技，对2020年底开始翻天文图到今，已经翻超过60篇。逐日都咧想讲，安怎甲天文的专有名词翻甲袂有精彩，佮挖进伊的原文。伊在做这个代志是非常谨慎，非常专业，大家当普遍去了解讲，哦，这其实就安尼。啊，另外一方面，带咱的青少年啊，会当去开始去关注台语的重要性，去学习台语。用台语来学天文，还是讲用天文来学台语，其实拢会使学到新的物件。我感觉讲，甲这2项物件夹起来做拄啊好，我2个愿望我拢会使达成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即马做甲真欢喜安尼。逐工100天文图。蔡安丽老师嘛邀请朋友用台语了解天文图，加录伫咧 Podcast 内底。NASA 逐日100天文图的网站，即马已经翻做20多种的语言，也拿台语嘛包括在内。蔡安丽讲，未来会继续靠这的思维，望母语和天气结合，永远留存。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桃园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个关区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
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华东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